聖經哥林多後書1章第10節，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，現在仍要救我們，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。耶穌俾我哋嘅救恩，佢拯救我哋係全備嘅救恩。我哋一次相信佢，佢就能夠救我哋脫離呢個嘅死亡。好得無比，一次信耶穌，一次得救，永遠得救。但係信耶穌基督之後，你可能會繼續面對好多嘅難處，好多嘅患難，佢會繼續嘅救我哋。仲有一日，我哋盼望佢再嚟嘅時候，佢仲要嘅救我哋，即係話我哋嘅身體都要得救。你而家信耶穌，靈魂得救。耶穌而家繼續嘅拯救我哋，即係話佢嘅救恩絕對唔會失效。有一日耶穌基督嚟嘅時候，我哋被提空中與主相遇，我哋嘅身體要改變，有榮耀嘅身體得救見主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